2025年係東江水供港60週年，總結過去，發展局同埋水務署自從喺2024年開始咧，就以一物相連飲水思源為主題，聯同多個專業嘅團體啦，同埋社會團體咧，去舉辦一系列多元化嘅紀念活動，一齊去慶祝呢個咁重要嘅日子。至今咧，我哋已經吸引到超過400萬名嘅人次啦，去觀看我哋嘅宣傳節目或者係參加我哋嘅活動。呢一連串海陸空齊備嘅紀念活動，得到社會各界熱烈嘅響應。有蛙艇比賽，東江供水60週年全城蛙；有跑步比賽，東江供水60週年全城跑；亦都有國慶期間喺維港上空舉行嘅煙花匯演同埋無人機表演。喺我而家身處嘅將軍澳海水化淡廠，啱啱就舉行咗東江水供港60週年同樂日。等我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呢系列嘅精彩活動啦。今日呢，我哋迎嚟一系列紀念活動嘅另一個環節，就係東江水供港60週年同樂日。個關鍵係喺同樂呢兩個字嗰度。60年嚟，國家為咗確保輸港東江水嘅水質，限制咗內地開發東江流域完善嘅保護區。多年嚟呢，拒絕咗幾百個大大小小嘅投資發展項目，涉及總額係超過600億元。縱使2021年東江流域遭遇到60年一遇嘅旱情，香港嘅東江水供應亦都冇受到當年水荒嘅影響。因此呢，來之不易嘅東江水，實有賴內地同胞本着血濃於水嘅深厚情誼，默默付出，為香港同胞消災解困。所以我哋要點啊？剛才我話同根同心，知足常樂。同樂日喺2月1日圓滿舉行，吸引咗超過2000名公眾人士參與，包括學生、弱勢社群家庭同埋專業團體。同樂日活動設有多項同東江水主題相關嘅攤位遊戲、展覽、紀念活動回顧專區，仲有舞台表演、導賞團、體驗活動等等，參加者都玩得好開心。另外，水務署吉祥物迪色仔亦都現身喺場內多個打卡點，同市民影相留念。係好開心嘅，因為可以俾佢認識下我哋香港唔同嘅機構啊，有咩唔同嘅設施啊。咁尤其是因為我哋平時自己唔會嚟㗎嘛，係啊，咁啊一定係跟機構嚟先可以有機會參觀到咁多唔同嘅設施，都認識到好多原來我哋嘅水係點樣嚟啊！東江水好珍貴，可以飲水、沖涼、洗手。大家知唔知道香港部分嘅水塘除咗攞嚟儲水之外，亦都會攞嚟養魚，去維持翻水塘嘅生態平衡同埋優良嘅水質呢？東江水嚟到香港之後，部分會送到去本地嘅水塘暫時儲存。受惠於優質嘅東江水，儲存東江水嘅船灣淡水湖得以孕育出優質嘅水塘魚，並喺2024年成功註冊為優質養魚場。上年8月亦都獲頒發有機水產養殖認證，充分顯示咗魚類嘅質量備受認可。為咗慶祝東江水供港60週年，水務署早前舉辦咗好水好魚標誌創作比賽，喺同樂日舉辦咗頒獎典禮。比賽嘅目的係要傳遞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訊息，就係水塘之所以能夠養殖出優質嘅水塘魚，全賴國家喺過去60年間動用咗大量嘅人力物力，推行多項生態環保嘅措施同埋改善工程嚟保障供港東江水嘅水質。例如就係喺受保護嘅範圍裡面禁止採石、開礦同埋大規模禽畜養殖活動等等。比賽反應熱烈，收到接近500份嘅參賽作品，更加有海外嘅參賽者獲獎，成功向世界説好東江水故事，弘揚血濃於水、飲水思源等等優秀嘅中華傳統文化。而冠軍嘅作品已經成為本地水塘優質魚產品嘅品牌標誌，所以大家以後見到呢個標誌就知道係好水好魚嘅出品嚟㗎啦。另外，水務署喺上年9月同中國香港賽艇協會一齊舉辦咗東江供水60週年全城蛙活動，包括水上同埋室內嘅賽艇項目，吸引咗18個公務部門、公共服務機構、工程顧問公司同埋大學超過250人報名參加。參加者喺比賽之中展現咗團隊嘅協作、堅持不懈嘅精神，正正就係60年嚟粵港兩地無數東深供水工程嘅建設者齊心協力、迎難而上、克服重重挑戰嘅最佳寫照。喺中國嘅傳統入面，
60年係一甲子，象徵住一個圓滿嘅循環，亦都標誌住新征程嘅開始。展望未來，東江水供港嘅新里程即將啟航，水務署會持續透過定期嘅公眾同校園教育，宣傳飲水思源嘅愛國信息，將相關嘅信息融入喺各項恆常舉辦嘅活動之中，等市民同埋學生都可以感念到國家對香港嘅關心同關愛。